喜，爸爸妈妈、弟弟妹妹、太卡球衣。就他来客家天使台一年一出那个多年特别节目啊，啲客家天使台啊，也有唱到當到嘅特別裏邊度，你見唱啊嗬。今年特別發錢。哎呀係啊，那用看過去，有冇？亞雕，你面說你會發幾多錢？對對對。你們客家電視台今年重金禮聘啊，真的。慶重因為你幹嘛？今年的顏值很高哎，哎呀，是顏值很重要。往年感覺上都是一些千歲的人，哎，對。不要講我朋友的壞話。沒有，是你朋友。包含小林老師，你忘有，你不是要自己對號入座。所以我今年派代表。對。你只是拉高我們今年的水。今年你看我們這個，客家 F4。F4。高 F4。那5個是保險業務員啊。有像。紅橙黃綠藍這樣子哦。今天是來拉保險的。哦，希望你生意興隆啦。對。你兩片咩油唔開？沒有講你的朋友哦。漢語班上收主持人，然後還有主持群，還有李蘭坤、應真、以煥，也有人呢。是哎，關少文的太奇高。這些都重金禮聘的。真的。我只是想說，你只是個不務正業。不是不務正，我搞不清楚你也得會客家人冇哈。沒有，就沒客家人。我講客冇。我連你這句都聽不懂。啊，唔係客家人嘅我來咯。咩？佢掉件本嘢喺邊度？客語班上收來學客教法。其實客語節目。客家天使就有特別節目。對，我們有時候有客語班上書，還有你的貴客臨門。對。客家電視台今年突圍重點節目，真的用心良苦。對，他不希望就說，哎，好像只有我們客家人自己在那邊自嗨，自玩。自嗨也好啊。對啊。群嗨最好，是不是？哎，他希望結合一些不同族群的朋友，用他的傳承學習版的客家文化。對哈。關裝得很像，你看他都裝聽得懂。至少用客家話問候一下大家，好不好？做得嘛？好不好？太假好。哎呀，你有客家血統，不要騙我。對。阿拉斯來講。太假好。奶黑阿拉斯。哦，真是嗎？還會奶黑。哎呦，原住民朋友。誘人。太假好，奶黑誘人，新年快樂。哎呦！阿兩兩邊就客家人呢。哎呀，客家人唔是啊。客家人唔是。哎，歡迎太子哥。歡迎。客家嘅朋友。原本唔單
满腔暗涌，还有喊他精彩的节目哦，让大家叹为观止。真的，你看后面4位姐姐，不是后面4位美眉们就很厉害了。是，我们制作单位真的很用心啊，很用心迎罗哥所好。光这4位就已经决定今天的节目的好看度了。猛冲，罗哥就是靠这个来评断的哦。好呀，大家准备好了啊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今位精彩的杨勇大师风行年。腰力真好。哎呦，罗哥以后可以去代班呢。罗哥哪里有青州的咯？都对的。龙珠。好。怎么了？等一下，秦龙珠是前面帮个猪，你这样太甜了嘛？对啊，懂甜对嘛？永远蹦起来！平乐在练。3、2、尹正代主要不要赶快放弃？你怎么那么强？他手举不起来。你现在不举了吗？我最多放这里而已，我很抱歉。那我交给你的脚。怎样？哎呦，翻不过去哦。
中央航海。掌声鼓励！哇！太棒了！对，哎，分享崔总的一段历程。来，掌声欢迎。它是龙主，写在上面永之后。对，哎，永珠你好，你好，哎，神医龙吹迄雷子那边啊，没有力了，没有力了哦，然后介绍一下当年帮用迄哪球的事件。太年初九天公上的时候。哦，帮一球的，大概帮差不多帮到昨年17。昨年17。哦，人家有比赛过嘛？有比赛过，有拿到第吗？有亚军。第1名不错嘞，第2名。哎，制作单位你为什么不要第1名？冠军的，你要求要。也乱用好不好？第1名你懂厉害，第1名的名的都清厉害嘞，好不好？对，第1名不是，我没有，问一下，第1名的无限哈，抢来都出来了。两位给成员的经验还蛮丰富的，经验还丰富，是为什么？他们是平常也都在有玩龙的，系啊，有交流，台阶咯，CC 有幾組教，哦，CC 都教誒，哦，CC 就教得了啊，唔知教咧，唔知教，來這家對 QC 就開始啦 ，QC，而家呢度 QC 唔拉起來啊，佢量唔拉起來，扣連車康誒，年紀小的都在旁邊扛，難怪倆打鼓，到現在還拿不起來。哎，我同你講，條蝦哦，羅哥跟我分享說，他小時候哦，因為沒有靈癮嘛，他自己會做龍哎，自己會做龍哦，去咖喱做龍，一賣披薩，他們去賣別人賺錢。不是賣別人，我們小時候就是在鄉下地方，苗栗很盛行嘛，我也苗栗人。啊，懂盛行啊，就是他去搞不就是集結一些朋友，鄰居啊，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啊，就自己用竹編就開始編好以後就貼報紙，貼，啊就做，後來做出來就是這樣子的感覺。哪是報紙怎麼會是這樣？然後我們就挨家挨戶去拜，然後就前面拿紅包啊，前面就有一個鑼角，有冇？鑼角拿對呢，啊做。杭州的按鈕哦。啊，他啊做咩啊？本錢了，給老婆給又來了呀，那趕快然後投10塊給他。羅家那男孩又來了。不一定嘿，每一個人這個投的紅包錢不一樣，反正就收集以後，大家回去就算錢，啊算錢就大家分，大家平分嘿，啊就過年就算錢。同神過年的時間。哎，這個照片哎，你愛相片，你愛嘛該？佢幫咱摕嚟嘅用掉，越幫。哦，就像嘢貨手服用嘅，越幫，唔係難怪佢服啊，幫到服特，沒有試過青撈年嘛，芙蓉王，你教一下我們大家啦，哈，我們有沒有興趣想玩一下？來，誰想玩？來，搞一下。你們都準備好了嗎？我已經 stand by 好了。哎，為什麼有女生舉龍啊？還有我們的 Barbie， 還有 Barbie 舉龍啊，韶文 OK 啊，還有關，還有拉絲 ，OK， 好，來哦。哎呦，就開始了，我請我們的龍主，龍主來教 Andy 用板來幫龍。NT 這個動作係請龍族，嘿，對，開始請龍族了。好了，龍族，你那邊，哎呦，請得到。哎呦，羅哥不足輕紅，兩組，哎呦，我叫到了，哦，哎呦，羅哥輕走得了，兩組，哎呦，羅哥以後可以去代班呢，羅哥拿兩條輕走得了，龍珠，怎麼了？等一下，請龍珠是前面幫個做，你這玩太欠咗嘛？對啊，懂欠對吧？挑絲啊，幫你訓練一下。咩係老人家嘅？冇平常如果運動嘅人啊，好，請龍珠啊，殺下來咧，係兩棍水，戲水嘅動作。哦，兩個教水咧啦，真確。龍戲水，請龍珠之後一個教水咯。有波浪了哦！哎呀，真強哎！帥！哇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
传了，罗哥传了，给罗哥休息5秒钟。助力的，现在。哇！哎，魔案简单呐，魔案简单呐。你们谁要？谁想下来？给你就好，给你就好。爱消斯坦，诱人，你来。诱人，你来。你不会讨论这个懂胸胸的。我戏水，因为我。你都被戏。我有水关了，我不能玩水。对，来戏水来。哎，那个诱人要面对前面，嘿哦，来告诉哟。好，来。你们听哦，后面变灾难了啦！哎呦，跟两条乖乖呢，还有19个两条呢。你可能要去复健哦，我跟你讲。没有，我还在抓他的方向。方向。哦，他还在抓那个 feel。那这样好了，戏水我刚玩过了嘛。玩下一，还有没有第3招？下一招动作会攀流，攀流，跟着他走，攀流，跟着找着龙珠跳下来去哦，攀流。哎，有人，你要去哪里？龙珠跑走，你不跟走。迷路了。有人呐！前面有开 GPS 导航啦。哦，有嘞！哦，走的了哦，加油！复健呢？哦，哎，有人很可以哎，关也很棒哎，有那个板嘛，阿比阿拉斯，哇哦！退！有人，你快到华师门口了，你太多了，你已经跑出去了，来，好，啊有，现在哈听他的指令，来，敬礼，安子生，拜年，新年快乐，拜年，6年好开运，耶！哇，哎，真的非常多谢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，真的很棒啊！省一两吹。不容易啊，真的哈！杨龙大师恭喜年呐，好，有赞哦！免费盒阮南面上寄过阿邦泰，困难自做得当最旧的，就做得拿到红包，大家准备好嘛？现在现场的来宾向下绑起来哦！永远绑起来！开始搞嘞，山猪准备好了，准备好吗？准备好了。哎呀，养的有红包哦，有红包哦，好，见钱眼开，有哦，加油哦！来，1，有吗？哎呦，2，吓我一跳，哎呦，3，哎呦，1，2，3，简单嘛，1，3，不要往前不跑，不要帮他扶，不要帮他扶，1，3，1，1，3，1，1，3，1，3，1，哎呦，大家怎么很轻松？1，2，3，这个脸已经不行。吸气，1，3，阿拉斯，1，2，哎呦，龙左，3，1，2，3，1，2，3。哎，你们可不可以赶快倒啊？哎，我们气球不够了呢。感觉会玩很久。1，3，体力很好哎。有人快不行了。喊到都累了。1，3，哎，怎么大家都只能撑啊？大家那么强核心肌群是不是平常有在练。3，1，3，尹正代主要不要赶快放弃？1，3，不能扶，怎么大家都那么强？3，好，来，剩两组，来，1，加油，1，没气球，加油！我有阿拉斯跟他拼了哦，你看那个眼神，阿拉斯加油！龙左，上路东方了，上路东方。哎呦，恭喜天主的红包！
你怎么那么强？他手举不起来，你现在不举了吗？我最多到这里而已，我很抱歉。那我交给你的脚。这样子就是用。我先帮你拿，帮他胸口好不好？希望你龙年行大运啊！辛苦了，辛苦了！真的好强哦！为了猪肉，为了猪肉。早知道你直接试我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们在后面拿气球的人应该被看到一下吧？我们在后面蹦蹦，把气球打到头上，我们应该被看到一下吧？哦，对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你们了哈！而且我们撑好久哦，没有红包，没有，哎，就换下一组了，下一组，下一位哦，来，黄洋，嗨，Round Two，第一给团来啊！哎呦，第一阶段他真的好厉害哦，好强哦！演出名卢凯族的朋友，厉害。但是我的手目前为止就先到这里喽。你手跟他很像哎。接下来就不举了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去哪里复健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下私底下留着去。好来 ，Round Two 来，嘿，我来学。Round Two 要让我们，你看我们一排已经站在这边，让你选妃。可是你不能选别人，不是吗？哎。黑毛，我是你 partner 呢，我选你吗？没有，懂演喽。过年了，让那个罗哥换口味嘛，哈。对啊，对，再笨的人也不会选你啊。某几个够了，献一勺好吗？哎呦，还可以选妃。我们大家今天最一下的 bonus， 真的，来嘛，哎呦，真的是，而且大家来嘛，可以看一下，走过来，来，罗哥，小林欣赏，来，选这个可以吗？这个是唐传老师独有的，不是这个小林老师是，你现在不要讲这种话哦，我还不想去。老师可远观不可亵玩，他是大师。我跟你讲，人过了50岁以后，好像会稍微有点变性啊。真的。对，我来。选我啦！走的。哎，韶文最近现在变好帅。哎呀，真的。对啊。哎，你看抱抱看，抱抱看，帅又美，胶原蛋白。我来抱一下看看。哎，可是你这，哇！我抱他就好。哎，小心哦。可以吗？无从下。哎，那你要怎么抱？算了，我找不到怎么抱。你的腰啊，要顾一下。不好意思啦，我怕你等下跟拉丝一样，好不好？对。腰要顾好一点。这个真的。我刚刚被人家抱过了，你想不要吗？他用过了，太久了，这个跳过，这真的跳过。你看表情就不一样。他眼神发光。你看那个来了，猪哥来了。哎呦，来了，平均年龄25岁。来哟，不是。都可以叫爸爸了，4个都这么优秀。对呀，你还是你要一手一个，哎呦，还有我，一手一个。哎，你刚刚也用过了，没有看到。你刚刚也用过，我很好用啊，不然他怎么会第一名？没吃才发，不然他怎么会第一名？对啊，他好用。哎，你手抬起来嘞。对啊，当然好了，好棒哦。这样啊，你们3个哪一个想要给我抱？嘿。没关系，都不想，也可以，你也可以明确的拒绝，没有关系的。这样哪一个有客家血统的来？有他刚赢吗？有他刚血统哎，来。他刚刚要举手哦。你有一半啊，那你就是啦。那你完全没有？没有，那我抱他好了。好的呢。哎，你快哭嘞！客家人要照顾客家人，来。一起好了啦，好不好？安勇第2回合就要准备好了，准备好吗？先拿起来哦，先拿起来哦，先抱起来，哇！来第2位，第二组，第3组先抱着哦，来抱起来。哎，你会抱人吗？哎，你向这边好了，镜头比较好带，可以来。哦，安勇准备好了，我可以哦。我跟你们讲，我真的大概有20几年没有这样抱过女生，真的，除了我老婆之外。哦，我以为你在抱怨罗嫂体重，因为她现在的体重我真的抱不起来。真的，罗嫂俩有她抽嘞，好吗？哎，你也蛮重的呢。还要继续聊天吗？我本来想要直接把你抱，要开始了吗？可以吗？来，开始，开始了，快始耶！1、3、1、2、3，哎呦，耶！1、2、3，耶！
2，要不行了，要不行了。 3，耶！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 3，耶！ 3，耶！宽长，差多嘞。耶！耶！龙哥！加油！不行啊！3、2、3，要不行，要不行，要不行。加油！这个快差不多，要不行，要不行，这个快差不多。 2、3，面不改色嘞！哦，这可以哦。你看这看起来脸就很狠的感觉。哎呦，他面不改色，你球球都不一样哟。黑妹，黑妹。对啊。哎，你们两个平常是不是不好？哎，黑某。平常哎呀，说不出，他没办法讲话，没办法接。你跟素宽一人没乖乖呢。对对对，你手也抬不起来了吗？哎，他还可以哎，哎呦，哎，周代哈，封包，我是有点不举了。封包弟，你给骗了。对对，哎，对，没有礼貌的小孩。哎，有哎，敢赢我，敢赢罗哥给2个红包。哎，恭喜！厉害哈！分你兄弟啊！哦，好 ，OK 好。哦，谢，好。哦，哎呦，哎，你俩的单元就结束嘞。好了，哎，那我们就结束了。结束了。这个单元不玩了。对啊。哎，蛮好玩的。你还想再玩是不是？对啊。那就要挑战我了。哎，搞不好他们想玩呢。你都会告吗？对，来最后一个，谁想要挑战抱吉娜？来。就你了！你那么大只也要有用处。邵文，如果10个的话，什么10个？就是如果你如果有撑到10个，我给你1000。你要不要先试抱看看？先不要公主抱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直接架拐子，感觉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先试抱看看。好，如果抱得起来再玩。你能够拐子拐起来，你再试公主抱，好不好？我还想留着我的手。好，嘿嘿。来，问那米哈。哇，各位生你哦，不要刚动完手术又要再动手术。没，我已经动了4年了啊。你能够把我。加油！你这个是病人，不是，你是在哈姆立克吧？对啊，喂，关门！我刚刚甜甜圈要吐出来了，那时候公主抱啦。好了，算累了，还蛮好玩的，谢谢关蛮好玩的，但是有点累。哎呀，不过今天算简单嘞。对，我今天算还有点这个哈，还蛮举的，不错。对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有这个机会可以抱到美女。哎呀哈，哎呀，什么太搞？好，那我们这一阶段的游戏就结束了。结束喽，结束了。哎，我们换下一回合来哈，下一个单元来。中央的高。排当我会开酒，嘿嘿，就当讲那好伊嘿，用往开灯酒瞄啊瞄，公公车路该两条弯的。
落梅又花来嘿嘿，当面讲那好意嘿，搭心朋友来喵啊喵，讲车了该路难通诶。 就嘿嘿，就当讲那好意嘿，东往海顶树苗啊苗，讲车了，该了头完嘞。 心做雕龙来嘿嘿，菊花米那好意嘿，花米菊海苗啊苗，讲车了，跟我用边啊，四款雕龙来嘿嘿，六条船啊好意嘿，六条总就苗啊苗。 讲车了，该望神经啊！谜题由各区派人挑战，碰到行业题目以后，先抢到2组，能够翻出正确反应的人就做得得分，答对题数卡到的队伍就做得赢到比赛。哎，班上说，这2区来个，杨永区还有大师区，耶！TV 关注哎，你看掐手林先生。哎呀，小林老师啊，麻烦了哈。麻烦了，6区准备好了，2队准备好了哈。那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游戏哦，抢手林先生。好，想问题题，哎，第一题，大概很多账面前，账面前，来，go，看谁先到。来，开始思维，关抢皮蛋。好，抢，哎，大概账面前应该是压岁钱吧？压岁钱，哎呦，对了，厉害哦！哎，他错了要喷一下，哎。好，来，我们还要惩罚，你看，喷到我们龙珠都掉了哦。哎呀，好来，杀了问他一组，听一题，阿拉斯还有段彦希，大片半，大天半，快点，快，抢皮蛋，请回答，阿拉斯是什么？做铁板。错，喷一下，哎，来，段彦希，这个做年糕。答对了，恭喜！下一题，杀了他一组嘿，有人还有职业，好了哟，好了，朗大，快点，哎呦，浪大，黑马，来东西，快点，声音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职业抢皮蛋，虽然我先弄到，我不一定会。来，声音是什么？ 2沓零钱，零钱错，哎呦，你好厉害！错，零食，答对了，大师区，欢迎 ，Andy 给海组，好了，这条比较难一点哈，啊，难一些哦，按摩顶洞，按摩顶洞，这样的问题呢？闽菜语以后来，
李安先摸到，李生先3更半夜吗？3更半夜，恭喜你答错了。明翰，天色很黑的样子。哦呦，可以黑漆漆的，黑漆漆的，扭曲，他对了。按摩叮咚哎，真的按摩叮咚，头摆路人家就讲按摩叮咚哈，莫走出去牙哈，就讲耶，按摩叮咚，五行吧。哦，按摩叮咚，天公张转轮，对，按摩叮咚。所以你长辈不会跟你说按摩叮咚，这样就这种长辈才了解我，知道。你是说有歌星证的长辈是不是？你又在羞辱我。他有演员证，我是尊敬演员证、歌星证。哎，我们下一题。哦，这题更难，更难。标准标准的五行法。好来哟，白蓝度，白蓝度。又跑的。你看这个，你一定要答对哦。我就不过去了，应该。没有，你要运动加精神，好不好？够了。来，蛋鸡够了，来，蛋鸡够了。这题啊，这题因为比较难，我提示一下。很痛啊！这题好难哦。来，快了！哎，你跑回来是干嘛？加油！来，主持客家节目，主持按多，唔低吗？我低啊，我买糖包了呀。排队。我们公平起见要让佩萱。对。你是跑回来干嘛？随便猜。跑回来等输的是吗？把蓝度，你们照字面解释，把蓝度，去照字面解释。猜看，这是一个形容词。哦，真的。这个人摆烂，知识摆烂，像我侄子一样摆烂。你真的知道哦？我没有办法完整的解释，但我可以形容一个情景，就有一点像是你吃饱太咸，有点媚贵，哎呦，身材很板蓝度。不要讲了，没有人知道。结果讲半天也是错的。还有没有人没有答的？谁会的？全部都喊过了。谁会？没有人知道。关有人知道吗？会不会是过年吃太饱，撑着那边这个肚子？我刚说吃饱太咸呐，也不太像。要选答案吗？是不是这种？来，我们请长辈先选。你们想那个篮子是不是可以装很多东西？对。如果你肚子里面装很多的篮子，就表示你这个人胃口很好。哇，胃口！以前老人家。小林老师，你要给一个讯息，例如说你比个吉娜或者是关关啊，他是还是团的逗嘞。他们会猜肚子很大，这样就。也有可能哦。对。可是如果是竹篮的话，那放在肚子里面不就是胃穿孔的意思？没有，那是形容词。以前的老人家就讲，个白蓝肚尿，一会腹嘞。正经的复发呢。真的爱忙死糖果呢。是长辈。是太瘦嘞，是某按斗。因为你是太瘦嘞，对，你是太瘦嘞，一回就糖果。是按照一蓝肚的呢。半蓝肚啦，还有关关，我一定要拉他下水。什么赛林青山？谢。上了可以啊，哎，你还一定关注我们的宝贝。快来浩浩你哦！哎，猛车！已经一 round 了呀！已经一 round 了，从头再来，好了，第二 round 了，好了，来了，来，准备了，好，红肉泥，哪里简单呐？都是一些我不知道的。快点，试试，别人干嘛？先走到也不一定答得对。没错。思维真的有那么痛啊？真的有点痛要不要踩一下？等一下看看。思维有踢踏舞的天分。抢比他，是什么呀？你呀？你呢？我跑这么快，主要是要问这是什么？谁不知道？关知道吗？关低嘛。就是他在学老人生活啊，走路很慢呐。你什么郎啊？这跟我想的一样。学老人就是露你，他很沉稳，这个人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。哦，稳重沉稳。哎，来，喷2次。你干嘛害我啊？你要讲的煞有其事。来，红肉泥就是闽南人。闽南人，其实也就是
河洛那个感觉，对，这个我觉得，哎，河洛啦，这个字应该是错的吧？对，是对的吗？哎，对，它是对的，真的是对的。他嘎斯样用起来，对，它的字形会影响大家。我觉得我们这一组有人也需要来分一下。他跟我讲说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学老人意思。请问第一天认识林佩萱吗？那倒不是。他上完课。你们不要请鬼拿药单。哦，两位都喷了啦哦。好来准备，有没有开组？来，请我们的以威老师出题。来，出题。大宋。大宋啦。应该题吧，大宋。来，阿拉斯，拿木麦。大宋，有没有看？打得很爽。打得很爽，是不是？让你拍很爽。阿拉斯，快点。我知道是什么？你有学过吗？因为你打得很爽，因为那些东西都被你浪费了，所以你打得很爽，所以是浪费。大宋就是浪费可惜的意思。对，阿拉斯有上课。哦，对。虽然其他人没上课，是不是？他们都是课余半生熟的学生。OK， 猛冲！来，有功课比较好跟功课比较不好的学生。好，还一题。好，来。弄。哎呦！小心要被追上。有人！谁先的？弄哦！哎，弄哦！弄，要 rap 是不是？你现在在 rap 你侬我侬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你侬我侬。没有，不要相信他。就是那个，快要了。那个，我没有，就有点像那个。你结巴。那个对，有一点啊，没有，就是那个咕囔囔，你就那个小声讲话不太清楚，讲话不太清楚的意思。感觉吗？对，就讲话不太清楚，来，不太清楚，对不对？来喷。你说，来有人，我记得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啰嗦的感觉。哎，快要接近了，你要不要再猜一下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有他的计划，的啰嗦。互相打闹吗？打闹吗？我觉得你离那个越来越远了。哎，来，吉娜姐来，你觉得这样接近吗？哎，其实我觉得差不多。他刚刚说很啰嗦啊。他刚刚说啰嗦，就是差不多。话说不停的，说不停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刚说打架的意思，吵架的意思。刚刚有说啰嗦。以前讲啰嗦，爱用本性商品盘呐。嘿，猛冲弄，就是话说不停，啰里吧嗦。我就说你错了，有人答对。恭喜阿勇培养海组，来，你的欣赏出题，来，大斗士哦，来，一会儿先哈，等一下，声音哦，请你们珍惜一下我们的道具。没有粘好啊。他们有一个后作用力，来，打丢戏就是去别人家做客。做好，哎呀，是吗？去别人家玩，去别人家玩。做客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大家一起怎样？要去借洗手间。很多人哦，要去借洗手间。很多人。开启阿 Q 哈不做嘛，一起打麻将是吗？4个人凑在一起。去大家家里吃饭。吃东西。哎，吃饭有点答对了。好，答案就是对了。好，大东西聚餐。哎，其实大东西是凑热闹哎。哦，丢闹大东西聚餐，热闹年。对。哦，聚餐的意思啊。是。对，看到吃饭的意思啦。来了。好了，杀好来。三组很简单哦，很开心哦，来。田转令马法，来快点，你又最慢了，来，提前，我给你们暗示哦。等啊，还是等那个，等几个嘞，那个病人先。没有关系，你是不是要急是不是啊？不行，制作组说没有，你一定要走完啊。我们今天引针镜头会很多哎，镜头很多，很聪明啊，留久一点。我刚刚有泄题哦，嘿，我一开始有泄题哦。田转立马法，立马是那个帽子，他在斗笠，对，他在天上转的像花，
所以呢，你是要睡着了是不是？形容一下，田转林马法，形容一下马个意思。林马我转了转一。你们看我，你们看我。那个天旋地转，头晕。天旋地转。头晕啊！来喷。唔错，唔错啊！来帮认真。田转林马形容工作，他说头晕啊，就天旋地转。没有，不是，不是哦。没，欣赏你这是臭三老哟，是形容转立马发，就是周都懂 Q， 就是工作到很累的要死的意思嘛。因为以前就是采茶嘛，待个立马啦，所以累到这样的感觉。嘿，安内吗？错，欣赏。累到天旋地转。我气死我了！怎么了？啊，好帅哦！花痴啊！开心？什么花痴？意思啊！开心喷！哎呦！田转立马发就是很开心的意思。一个意思。每次都讲很多，然后都没有在对。真的。开心形容词。煞有其事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最后这个人哦，好像就2队都没有答对过。真的。哎，我们的都比较。你刚刚有答对吗？我们的你还在讲什么讲你？对啊，你刚刚有答对吗？我是前面没有抢答到嘛。而且我们游戏结束了。你知道你们杨永区给多分吗？你们才答对2分而已。哎，Andy 跟大子君5分。学生争气，对不对？这个单元还不错呢，可以让这一些非客家族群们学。好，对位啊，你好，鼓手，你加油好吗？真的，说真的，客家人，你加油一下好不好？没有，我有一些也不知道。对啊，广东人冇接生来。我差点被尹真说服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我刚才用完了，我都知呢嘞，结果不哦，还有什么？几位请上。来玩游戏还可以健身哈，让身体健康，多棒啊！大家多走一点，多走一点。等一下罗哥走，好，这个单元游戏结束了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还有红包我这个。哎呦，来，这个，好个喜气好不好？还自己要的。分一分。好了，我们换下一个单元了。好了，来。当年欢喜，当年快乐，当年，大家穷下来过冬。阿爸牵来的，老公带姑娘，阿妹嫌阿哥上少年堂下，阿公也偏错，阿婆给偏错，阿公对阿婆的挑事大年怪，阿婆也当地，阿公爱去空天快乐，心肝都跳跳，当日欢喜当日快乐，笑起来哦，当日欢喜当日快乐。天天开心，天天
软了一条变成硬硬的。罗哥羡慕。对啊。哎呦哎呦！胸口没有。他在烧钱烧钱。要吹气球了，要吹气球。给故意还。哎，我要怎样？拿着。吹他吹他。你不要弹我哦。轻轻放下。放开。我放下吗？轻轻的，轻轻的。我轻轻的啊。很痛哎。啊我。吹打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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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现在只有一条狗，应该是一条龙，一条龙呀。哦，抓到什么？抓到什么？哎呦，来嘞来嘞！大鉗大鉗。我靠！一直下去。从屁股出来了，从屁股跑出来了。哇，好深哦！哎呦呦！生喉咙，生喉咙。他是晚上被吃饱。哇！海熊朋友。这我以前美国片看过，这现场。哎呦！变态嘞！好会吞哦。跑到哪里去了？明天可能会看到。罗哥在背后。哎，他很饿哎。哎呦，他怎么什么都吃啊？对，吃吧。他醉了。后什么？后什么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泰伟也有点饿。哎呦，肚子不舒服。哎呦，送推啊！哎呦，稍微大批混了。哎呦，拉，偷心偷肺啊！电子发票是不是？很强，厉害厉害！是结果，他那个脱掉脱掉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中的，他改天是老中鞋。我们现在才9点，有中的。团队。有撞哦！还好啦，这样叫撞啊！撞衫。再拖。你会怎么样？怎么这样子我嘞？哎呦！出球嘞！拖到这样，真是。OK。幾個哦？你去小康老师那边好不好？那边。要干嘛？什么意思？天外奇迹，好像看过这个。哎呦，好可爱！
出得来吗？他这个戴保险套的理论就对了，是不是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是。那是孩子们，是不是？哎呦，钻进去，不会吧？哎呦，都在美妆站，会跳的美妆站，都在跳衣服。哇，他全部套起来哎！套起来了，你呢？哎，他这样有空气吗？在里面吗？他会不会在求救啊？有肚脐了。要不要救他 ？Hello， 你还在吗？有在吗？嗨，有在那个。我还在啊！永存，嗨！确定不是求救？他说不要，不要。越来越快。有数要上啊！哎呦！你要我做什真的，来喽！哇，你下面好痛哦！太棒了！太厉害了，谢谢麻辣酱，谢谢我们客家之光啊哈！对，哎，来问候一下大家，问候一下，试试看。他超喘的，没办法，现在。来嘿，要人工呼吸吗？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好，恭喜发财！好多年！对，尽力了。表演很精彩，对，哎呦，来这里哈，好像应该有跟客家相关了，哎呀，因为阿公客家人，那边客家人，对，那边哪边的客家人？那个大埔，广东大埔移民过来。哦，就我本身其实是爸爸那边是马来西亚的华人，是阿公是移民到马来西亚槟城那边的客家人。哦，可以变青岛客家人，那边也很多客家人。槟城喉咙人嘛，懂，福建人啊，阿家人啊，懂。对，哎，曾经好像在哪里有得过一些大奖？台湾啊，然后像香港啊，然后还有在那个韩国，对，很多地方都有到处去表演。真的，我不是有一个频道叫不务正业吗？他也是不务正业。台大医学系毕业呢。要学习啦！这个字报那字你看不清楚，差一个字你计较那么多。医学院的药学系。对啊，这个药学系毕业那个前途无量啊。但当药师蛮无聊的啊，是不是？你会常常把药变不见吗？就在看窗口领药的时候，就像那土耳其冰淇淋，超讨厌的。这样卫生局会来抓。对，你被抓药。对，会被检查。怎么会想放弃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学习这种工作？大概当了7年的药师，然后当然过程中还是当药师过程还是会有一些成就感。药我觉得顶多就是能治愈疾病嘛，但是我觉得它不见得能治愈人心。但是我觉得表演可以。真的。表演看得开心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看的过程中开心，它本身就是一个治疗心理的良药。就很像那个小丑医生那种概念。对。让你不管你有多大的烦恼，就当下此时此刻看这表演很开心，你是把这个烦恼忘到九霄以外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。我刚看你从那个生喉咙有没有塞一条进去？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就吃进去了。明天早上就会出来了。明天早上就出来，消化这么好。要3天后。对啊，很厉害。那个是金针菇吧？他会不会又出来？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让他出来？现在不行了，还要消化，可能才到胃的部分而已。明天出来就不是气球的样子了。对，那除了吞气球，还可以吞什么东西？还可以像吞剑呢，吞剑呢。我有准备，今天有剑。是武朝的剑，
斩清朝的官那个剑。哦，哦，好，哇，这有点小只哎。哎呦，胃口太大，没关系，好，这边有一只大只的来。先吞那只，先吞那只。先从简单的来。好，来。不会刺到。哇，大牛哥在旁边呢，我看得更清楚。哎呦 ，Oh my god， 很凶狠哦。哎呦，连那个饼都吞得进去吗？我刚才听到咔的一声呢。对啊。可以整只都吃吗？整只啊，整只。又出来了。这个胃口很好，就是半蓝度的意思吧？哎，半蓝度啊，半该猪做对噻。真的，哎呦，好多有点客家话哦。半该猪做的手法哟哦。哇，不见血，感觉万物皆可吞呢。Magic， 哎呦啊，肠胃没来，我感觉什么都可以吞呢。真的哈，我的手可以吗？可能要先切一下。有的他刚刚在玩的这些魔术，其实有些是有危险性。对，其实像刚刚那个大球，你在里面的空气是 OK 的吗？不会觉得还要跳呢。它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你会不会控制里面的气体。哦，你如果让里面的气体泄太多的话，那就很危险了。哦，就是你自己放出来的气体太多的话，就自己熏死，那可能会熏死。哦，那会熏死，那是另一种危险。就是他前一天吃下去的气球的味道。我指的是在气球里面的空气，不能让它泄太多。因为你泄太多的话，那个它可能那个气球，因为它很硬，你用手是扯不开的，它会整个吸附你的身体。我曾经在练习刚学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好老师不在，一个人在家里练，然后练的过程中，我就不小心不会放那个气，一次放太多，然后就整个气就嘘，然后就整个像被那个包住一样，真空对，像敷面膜，对，真空包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整个人就在里，然后你就那时候就很想要出来啊，对啊，但是你越挣扎，你会越出不来，越没力气，对，后来就是冷静，就是慢慢就是小指头慢慢出来。然后再来慢慢一只手出来，出来之后才能慢慢出来。如果你继续不断的挣扎的话，可能就会没有力气，然后就会被缺氧，就会对，危险的。对，所以这个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跟大朋友小朋友宣导，这个是要有专业的训练，对，不能随便这样子玩呐。没错，要跟我们马拉奖叔叔学习哦。是，好。不过我们现场有一个游戏王，给亲力会呢。哎呀，哪一个？哪一个游戏王？Pink Lady， 那位 Lady 很会玩游戏啊，是很敢玩，我知道。对啊，很敢玩，听起来好像我都去哪里。辛苦你罗哥，你还记得？你去哪里？我怎么知道？之前还有带我去的穿过网球拍的呢。哦，他有软骨功哎。对，整身。哎，网球拍这么小，这么小哎，可以钻过去嘞。那真的是胸部不能太大。对，上次就是因为大巴姐胸部太大，所以换我。你把其他姐放在哪里呀？没有，我连头都进不去。妈呀，我3个头的，不好意思。那他要干嘛？他可以玩什么游戏啊？他也可以让他体验看看进入这个气球的感觉。气球那一颗吗？换一颗，换一颗比较特别。刚那一颗有它的气体，有它的气体，换一颗，新的是全新的，哇，全新的，而且这一颗它是有点半透明的，所以可以让你在里面若隐若现。看一下这个你在里面可以做些什么。透明的，我要先脱一下，想要看他在里面干嘛？那我要脱鞋，对不对？要脱吗？脱衣服，需要脱衣服吗？要。衣服要不要脱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你里面穿什么？认真了，你里面穿什么？我小可爱 OK 了，小可爱可以，会更方便，真的吗？马拉奖可以播吗？可以，不是个人私欲哈，不是观众的，我帮你拿走，是观众的福利没关系，那鞋子放着就好了，好，宝贝，圣杯，裤子不用脱嘛哈，裤子松的，你要体验冲起来吗？没关系，我平常剧团也都在冲这种气球。好好玩哦，好大哦，太大了。可以了，他进得去了。好，
好，你要进去里面吗？怎么去？帮你拿麦克风。哎，你麦克风顺便带进去，你可以叫。你要带去唱歌吗？你要带去唱歌吗？我可以啊。你先帮我抓着，然后我用我那一颗跟你一起做动作，好不好？我用哪一颗？你还吹气就对了。哦，他原本那一这样我教2颗一起会比较好玩哦。嘿，那第一步呢？等一下呢？第一步，你要把这个口嘿靠近你的头，然后快速的把它撑开之后，头塞进去之后，要用要拉到脖子这个部分，它就会堵住，气就不会泄。所以你的手要放在哪里？手先不要紧，先不急着进，我们先进头，我们分几个部分进去。好，来哦，开头，快速的手拉开。哇，好快！老师现在没办法讲话，所以你要自己想。接下来的步骤，老师，你可以讲话吗？现在可以讲话吗？哎，这样听得到吗？哦，可以。听得到。他现在还很茫然呢。嘿，你有可头先靠近气球，头先靠近气球，然后一下子进去，快速拨开，快很准确，哇！声音，快到，可以吗？好厉害哦！来啊，继续啊！接下来，等下他头发是不是要手呢？手要先一只把它。用你的我会让右手快速把它扯起来之后，左手赶快伸进去，但是扯的时候不要扯太大，让你的手可以滑进去就好了。然后滑进去那一瞬间，右手又赶快接着一样进去，然后拉到你的腰部。哦，看我做一次哦，看我做一次哦。你有听到吗？你听得到吗？我要这样看。哦，他看得到，他要看他的动作。开始了，好来。哦，知道吗？可以吗？就是快速哦，身体不会做大概。来，拉到腰部，还有，拉到腰部，还有一手，加油！衣服不要拉，衣服不要拉。声音，你不要小可爱拉下来咯。球越来越小了，可以吗？等一下，对啊，我捅给他吃，唔怕。OK 吗？他还有一手，小心！等一下，先拔出来好了，先拔出来，紧张。马拉奖老师，好，先拉出来。他现在看起来好像太空人了。哇，没气了。哇，对，卡住了。头发是一个阻碍，对，可能要对，头发卡住了，对，头发卡住了。真给某简单的某按不简单呢，这样已经很厉害了。而且不是，你看我里面一撮头发，然后我刚刚我的妆贴在上面，这里有我的脸。不过真的，小朋友，你们看到某青菜店电视机前面都青菜那个气球，没声音哦，哎呀，给下摆我冇气好睇哦，哎呀，还那个声音要注意啊，对，什么屁钱？辛苦你了，什么屁钱？也辛苦我们马拉奖，谢谢，辛苦哈，希望明年龙年还是可以继续来，哈，没问题，龙年，明年龙年兔年，兔年是去年，蛇年，小龙蛇年，明年蛇年，刚好再邀请你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，谢谢多加，谢谢两位老师。好了，继续看精彩的杨勇大师帮巡演。给后，新年快乐！因为你第一句讲胎球是吧？胎球是人家会生气哦。好，我如果听到胎球我会生气，因为胎球是胖的意思，讲得很棒。因为他先跟你问候嘛。是这样吗？前期彩色水花，人行道
醒来，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。这世界还很大，先不用急着现在消化，买一本瑞卡。绿咖喱老板出场到啦，发层的嘴唇不用口红帮你放好头发，仔细品尝，完成了最自然也最流行的答案。马路的赛程停车场。每站最多提早出发，买一本瑞卡，没关系啦，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。这世界还很大，先不用急着现在消化，买一本瑞卡。买一本瑞卡，没关系啦，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。这世界还很大，先不用急着现在消化，买一本瑞卡，没关系啦，虽然我也不知道能有什么好方法，从不觉得紧张，我知道你会在我身旁。买一本瑞卡。什么？买本瑞卡，买本瑞卡，买本瑞卡，买菜，买米，买冬瓜，龙马，放晶晶，水晶鸡，水晶鸡，蓝帕。你确定吗？你靠听吗？啊，对呀。你确定吗？蓝巴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南瓜。那个面包怎么讲？面包。哎，ขนมปัง。ขนมปัง。哎，为什么我有一次去到，我跟他讲我要买面包，他说啊那个呢？好，哪个？哪个？蓝巴。他说赶宁呀。赶宁呀？你是不是走错店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不是去越南店？对，然后我要买一个，他说你要不要好几百？这样。哦。对啊，问我说要不要再买一片？有这种吗？有。有没有？没有。去哪里了你？哦，那个可能乱教我。哦。哎呦，今天还没有好好介绍他呢。你好。你好，哎，你可以先跟我们大家那个问好观众朋友拜个年吗？用那个泰文来一下。哎，用泰文对吗？好。哎，我们顺便学一下啊。好，สวัสดีปีใหม่。สวัสดีปีใหม่是什么意思？是新年快乐。哦，新年快乐。สวัสดีปีใหม่。是。泰国有新年啊？当然有。全世界都有。哎，有时候今天怎么这么荣幸可以邀请到他？对不对？是我的荣幸。对，当然了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看到没有？他已经有他羡慕吗？借我们2个恭喜你！发行新专辑了，而且刚刚听说才开完记者招待会哦，对啊，然后还才开完这个见面会哦，歌友见面还爆满哦，还爆满哦，然后现在赶到我们的现场哦，真的，粉丝还排在华
华视门口排队哦，是不是？谢谢盖哦，谢谢。对，来到我们客家电视台，今天要来客家电视台，客家电视台。那泰国人来到我们客家电视台，没错，很难得的机会。是，那边也是有一个泰国人啊。有。卖菜。对，那有没有学一点客家话？可以用客语来学一下新年快乐。有，你有学吗？我刚刚学。刚刚学啊。太给后，新年快乐。给我跟你讲，没有，他第一句有一点问题，因为你第一句讲太口是吧？太口是人家会生气哦。我如果听到太口我会生气，因为太口是胖的意思。你要讲太生气。哎嘛，太嘎后，新年快乐，讲得很棒。因为他先跟你问候嘛。是这样吗？这个音效可以给我废掉吗？对，刚好泰国大象很多啊。我知道友善泰国嘛，不是友善泰国，你也是泰国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不是。好了，不过可以换一下泰国象的声音吗？几年你还真有这是泰国象的声音吗？是。你也不会配合这个几年前在这个森林之王的歌唱比赛，有台给他剪摸，他很小一个，但是那时候就展现出那种巨星的架势，真的，他刚刚也很有啊，对啊，他就是一个舞台型的艺人，天生就是天后型的人物，从容又厚的厉害。对，那这一次这张专辑有没有好好介绍一下给大家？就是无法掩盖的对的光芒。就是我最近发了新专辑，叫做《无法掩盖》，然后里面有8首歌，然后我希望就是从这张专辑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格的我，所以里面的歌就是都是不一样的风格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喜欢。哇，这个华语讲的真好。听他讲话，我好想恋爱哦，真的。如果是我女儿，我要疼死，真的。真的，还好不是。你想想看，年轻做了多少坏事？对，如果她是我女儿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好好保护她，对不对？你就会后悔年轻做太多坏事。那个韶文，你会唱她的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当然。你好像谁的歌都会唱啊！来唱一下，冲一下，这么突然，唱一下。我们没有照脚本走的。对呀，Gay 要教我们一下，跳一些手势舞。他歌曲里面有挥手舞，对不对？然后特别设计的，可以带动气氛。对，来，我们一起学啊！你那么爱他，你刚刚还跟着他一起在那边唱他的新歌。因为那个时候他在比赛的时候，我是记者，然后每天都有去访问他，然后就看着他慢慢这样长大。哇！可是因为以前他中文不好，我就用英文访问他，然后我英文很烂，我就一直被网友骂，说怎么会有这么英文烂的记者？然后他这次终于来讲中文，我就敢站在他旁边这样。有点伤痛的往事。不过他现在中文真的讲得真好。讲得真好。他中文进步，你英文有进步吗？没有。好，没关系，你 keep 住就好，好不好？因为他中文好了。对，那教我们一下。好，可以。这是第一个，就是麦登来卡是，然后其实是左。然后右，是，就是麦登来卡，左右，没关系啦，右左，然后下一秒，的事不用带给头下，就是头下，下一秒去赛，然后这世界还很大，先不用急着现在消化，然后麦登来卡是。麦登来卡，麦登来搞我卡很可爱，好可爱，很可爱啊！这样好像挥一挥，把这个今年的晦气都把它挥掉，然后迎接美好的未来，好运来，好运来，这样子是有这种感觉哈。对真的好棒哈！对，登来看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次，刚有学跟着音乐跳有吗？
可以。好来，再一次哦，来，左右右，好来，麦本来卡，没关系啦，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聚散，这世界还很大，先不用急着现在消化。好的，麦本来卡。到时候会拍一些短影音，再让我们看到嘛，然后学这一些舞蹈。会，我有对，有拍吗？有拍，已经有 MV 了啦，没错，懂。好，那他现在教我们这些舞蹈嘛，那我们教他客家话。好，对。哎呦，那搞好搞吧，你想学什么？想学啊！我教你正常的。正常哈。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恭喜发财！公包拿来，红包拿来，你是不是很有语言天分？好强哦！你腔调正到像客家人一样哎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，好厉害哦！你还记得他刚刚教的泰文吗？麦登来卡。没关系啦，麦登来卡，麦登来卡，是，好可爱。好啦，今天真的很开心哦，可以邀请到无法掩盖的他，而且过年才有这个机会邀请到他，真的，他这个多支持大家多支持他的专辑，大家多支持哦，这一买自己买，对，串流就听一下哦，好 ，OK， 谢谢你啊，好，谢谢，再去华视门口找粉丝了，签名一下，也希望你的专辑大卖哈，对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杨龙大师崩行演哦，来，你讲一次，来，杨龙大师崩行演，杨龙大师崩行演。各区派出良煞，用2人3腳嘅方式，完成各項嘅任務，就做得前進。水腳腳上對方，然後結構成雙嘅結果雙幫體，就做得贏到比賽。各項嘅任務分別有：出風包，將假面帶下嘅風包出來，假面總得跌下來，貼立馬，將立馬貼到指定嘅位所，貼落。將2隻相嘅用棍嘅貼起來，疊3弧，疊到其中嘅2弧就做得過關嘅。大家準備好嗎？向下來教照相腳哦！哎呦，唱到四條龍啲啊！你楊龍吹係要大石吹啊！大石吹係，不如龍係。開始搞都會搞咧啊！哈。嗰個兩個企到幾多啊？哎呀，威武啊！有冤獄嗎？有嗎？哎呦，青蔥呢哈！哎呀，好了，那就要開始咯。好了，1、2、3，開始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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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變弱了，哎，這對啊。你怎麼了？誰要來了？哎，追兵在後，追兵在後！哎，兩個就有了。有了！這個很簡單的樣子啊。不過兩不簡單。哎，我看又要追到了。哎，大師追啊！差不多有腳到了，有腳到了。楊龍追啊！來，快！加油！第三步。過一拜。加油！好，來，加油！摸，過來。
過來啊！你怎麼比我們還忙啊？哎，要嚟！來，這真的很考驗默契。還有冇酸哦？還有冇酸哦？不要急，不要急。過一拜，過一拜哦。好，是沒關係。Barbie，爸爸有年紀了，不用那麼衝，好不好？乖乖，還有什麼話說嗎？乖乖，他一直在消風，我在照顧他。你不要照顧，你太有愛了吧？我那個主機早就已經掉下去了。難怪會贏啊！你的已經有一些阻礙，你知道嗎？你的已經垂到這樣了哈。對啊，對啊，跟你現在生理狀況是一樣的。對，6點半。好了，那服輸了吧？雖敗猶榮。雖敗猶榮。OK， 好。好，那這一組是我們也馬個吹啊，大死吹。大死吹啊！哎呀，沒，楊柳吹啊，楊柳吹啊。好，殺來，攻守交換，我們拿回一組了哈，拿回一組，好不好？OK，好，恭喜。楊柳吹宋明翰還有佩璇哈，大死吹，大死還有也有人，有人來報新聞一下，來，張雅琴報新聞來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是張雅琴，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《年代晚報》。太突然了吧！我們這客家電視台要看《客家晚報》，太經典了哈！讚！改天客家電視台新聞可以裝扮成，請他裝扮成張雅琴來報客家嘅新聞。應該啱呢大擂台做得做一個單元啦，有冇講？你嘅新聞可能係清音質的。OK，你們準備好了哈？準備好了哈。好來，好，那就來喲！預備，起，好來！加油！我佩璇這邊也很強哦，哎呦，再一次，來，沒有，過一百，有冇？過一百，沒有，在框框裡面哦。來哦，兩吹，冇，過一百，在這，好，快！追懂厲害呢哈！來，小心點，地板有點滑。好，來，一次成功，哇，這兩隊真的很強哎！成夠唔多啊哎！夠唔多嘞！哎呀，夠唔多嘞！來，佩璇，快點！哎呦！加油！我叫到了！哎呦！哎，不要搞到他流死啊！加油！哦！來，過一百！哎呀，兩隊真係懂強哎！實力相當。成咁多啊！來，哇！來，還有一張，來。
萧峰都还没追到。哎，真的嘞，哎，很强哎，好强哎，加油！来，公文，有了，来，听听的来，啊，公文，来，好厉害哦，有问题哦，公文，哎，这样玩不完啊？什么意思？这玩不完呐！他们靠近你们了！来，佩萱快点，这边快点！他们来了！哎呀！有人拉屎！来，再次！啊，没有，哎，减慢一点，减慢。1、2、3，快追到了！快追到！快了！耶！公益大使区！哎呦！哎，真的虽败犹荣，真的厉害啊！还是被张雅琴束手就擒了。哎呀，还是我们雅琴姐厉害！雅琴姐厉害啊！哎，我们的是啊，很厉害哦！大家游戏也玩完了，哎呀，可以好好回家睡觉休息。一起过新年多快乐啊！回家领红包啦，哎呀，吃团圆饭啦，哦，很忙啦，还有喊他精彩，还有精彩表演呀！好嘞，杨龙大师恭喜年！大家好，哇，新年到诶，祝福大家万事如意，身体康健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6年行大运。今日真人大欢喜有一个机会啊，做得老爱笑斯坦，人家4个后上跳的，向他表演。千万不要这样讲啊！对，我们4个可以跟您合作，那才是我们的荣幸。对呀，做嘛老爱表演，是哪个荣幸哦？因为您是我们的老师哦，老前辈哦，老熟人。黑啦，老婆这比较老一点。哎呀，太过年一见面就讲哎老。前辈就前辈，做嘛老前辈，松人就松人，做嘛老松人呢？您本来就老嘛。对，不是老师，我们说您老是为您好啊，因为真的是希望您接受自己变老这件事情。那当然。对啊，不然人都5、60了，还在那边卖萌，那不是很尴尬吗？哎，对啊。哎，等下，还有这一件事情哦，唔是家就更提上来啦哈。哎呀，谈到老24就规身都冇爽快，你看都不卡。我拉嘅係我老媽，我老母係我老姐，學生嘅係我老師，後生嘅係我老前輩，我老公係我老後媽，煩死嘢啦！那個落後馬是什麼東西啊？哦，我知道，是落後的馬。不對啦，是很 low 的猴馬。對，你這也不怎麼樣。你們不要再丟人現眼。那落後馬是客家話。老太婆的意思。哎，这句话很贴切，是不是？太好了，一定要学起来，赶快学起来，多一起练。来，落后嘛，落后嘛，来，主持人一起哦，来，落后嘛，来宾呢，刚刚的 keyboard 老师都一起哦，来，落后嘛，小林老师是什么？落后嘛，他们都欺负你，你看看，难敢讲，就你呆头的啦。不是，老师您不要这么排斥“老”这个字嘛，有很多客家用语里面“老”都有很正面的意思。敢有啊，比方讲，年老心唔老，人老心不老。有，老年神色字，越活越年轻。有，老速撸，哎，经验丰富的人，老司命，老实人，漏3点啊，漏汤鸡，漏水狗，漏肠屎，漏茶面，漏毒杆菌。哎，冇大漏毒杆菌，哎呀，真係當冇禮貌呢！我根本日帶人家到嚟上節目，只搞人家到嗬，唔曉得敬老尊賢嘅後生人，希望嗬，傳統文化就冇人重視嘅啦。有那麼嚴重啊？當然啦，你看老山歌冇人彈嘅。新歌曲更好聽啊！老俗冇人知耶，新制度更合理啊！老藝人冇人整嘅耶，那新袁潔儀更可愛。每天都最新3下，太可愛了，這個我看都難受。
是，你知道？哎，你啊，差唔多地位好冇？哦，唔看也好生人，啊無禮貌啦。我今俾好心大家到嚟上節目，全部按用手難挨，按用係冇？啊？佢按用，喊你班人唔可以帶人家到上節目，看人家到按用格殺。哎，丢个讲笑嘅啦！老师您千万别生气呀，我就不跟您顶嘴了。那以后我们也不叫您老婆了嘛。雅迪唔錯嗬，夫唔差嚟啦。哎，别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孝敬您，带着您的徒子徒孙伺候着您。没事呀，您动也不用动，看也不用看。哎呦，按风神哦！您只要啊往这供桌上面这么一趴，把嘴这么一张，做乜嘅呢？咬凤梨呀！来神足哦！多時間一下，哎，夠啊！一下就是冇，時間就夠了啊！很輕鬆哦。他個夠到有歡喜啦啊！有送了，有送會不會太賺錢啦？我唔錯，一年一突然有個表演啊，吼，真歡喜呢！你過年嘅關係真看得到。對，反正客家天使團，繼續看人哋客家天使團，節目冇唔錯，支持人哋客家天使團冇唔錯嚟啦。冇唔錯，
17，好，希望大家今年都做得欢欢喜喜过好年，年年祝会快乐的快晚年。过年喽，新年快乐！哎呦，要冲哪落呀？来哟！吃好的永连天，祝愿你过新年，拜天公有拜老祖先，大家庭团圆，路途上真闹年，从山过来太年，大起大汉又走半年。所有的观众朋友，永年好！